咁歡迎收睇樓市卡斯啦。咁啱啱出咗2025年嘅，咁其實施政報告對樓市嘅影響係啲乜嘢呢？咁我希望能夠貼地啲同埋直接啲同大家講下。咁首先講下呢個北部都會區先啦。咁其實北部都會區咁其實都講咗幾年啦。咁呢塊大餅幾捨得食呢？咁其實今次嘅施政報告咧，狂推呢個北部都會區咧，成立呢個北部都會發展委員會啦，仲特首親自應軍喎，咁講到好大陣仗啦，話就話10年裏面咧準備2600公頃啦，仲話要咧簡化流程啦。咁卡斯就同你講咧，其實究竟咩係關鍵嚇？咁政府今次真係落足嘴頭去推呢個北部都會區咧，仲話會用呢個專屬法例去提速啦。不過香港以往咧大型嘅規劃咧，往往雷聲大雨點小，咁發展動輒20幾年嘅。咁今次係咪真係可以打破宿命？咁我哋要睇定啲。但係對於投資者嚟講咧，而家開始留意住古洞北、粉嶺北同埋洪水橋一帶嘅農地同埋潛力嘅地段咧，可能係一個唔錯嘅長線選擇。自住客就要諗清楚，呢啲咁嘅區份咧，佢配套起碼要等多5到10年先成熟啦。除非你接受到初期唔就腳呢樣嘢。好，繼續。咁咧減壓措施方面啦，咁係幫你用家上車定係幫緊投資者散貨咧？其實施政報告咧咁提出咗居屋同綠置居600比嘅比例咧調升到去50啦，咁又增加咗呢個白居二嘅配額啦，仲將呢個資助房屋嘅轉讓限制咧由15年咧縮到10年咧，咁睇落好似幫到多上車。但卡斯覺得咧，其實呢啲措施咧其實係加快咗資助呢個房屋市場嘅流轉咧，等啲業主咧可以咧更加快去買樓去套現嘅。咁其實我覺得政府呢招其實都幾聰明啦，一方面咧就回應咗市民置業嘅需求啦，另一方面咧亦都放翻啲單位出嚟咧俾第二啲人買，咁等個市場睇落咧活躍啲。但係對年輕人上車嚟講咧，咁競爭可能大咗，因為始終白表嘅配額多咗咧，申請居屋可能會更難抽啦。至於縮短轉讓限制咧，其實對於早年買咗居屋嘅業主嚟講，就真係好消息。咁等佢哋咧可以更加快去換樓或者套現嘅。咁調整呢個投資移民啦，咁我覺得最大嘅重點就係啦，咁其實擺明居馬就吸引多啲有錢人啦。咁其實新資本投資市場入境計劃裏面咧，將住宅投資門檻咧由5000萬咧減到3000萬啦。咁非住宅物業嘅投資額咧係升到1500萬啦。咁呢個改動咧明顯想吸引更加多嘅高資產人士咧嚟香港買樓啦。咁其實我覺得咧減門檻呢招咧係會刺激到中高價嘅住宅市場，特別係3000萬以上嘅豪宅同埋工商鋪物業啦。咁發展商實會咧趁機會咧就推多啲呢啲單位出嚟應市嘅。但係對於普通市民嚟講咧，呢個政策咧可能係推高中高價樓嘅一個價格啦，間接令到咧呢個整體市場氣氛好轉嘅。但係對於上車本咧，我自己覺得評論咧就覺得幫助就唔大啦，係啦。繼續，咁有個長者樓換樓啦，就想活化翻二手市場啦。咁其實推出呢個業主樓換樓計劃啦，咁就允許翻60歲嘅業主咧免補價咧去換購一啲比較細或者偏遠嘅單位啦。咁其實呢個政策睇落嚟好幫到啲仔女大咗嘅長者咧去單晒嘅。不過咧，我覺得咧實際效果就有限啦。咁其實好多長者咧而家咧住緊喺市區樓噶嘛，咁叫佢哋換去新界偏嘅地區咧，佢哋未必肯，除非補貼嘅好吸引啦，又或者仔女肯一齊搬嚟住，否則呢個政策都可能係得個睇字。不過如果真係成功推動到一批長者換樓嘅話咧，可以釋放到呢個市區嘅中型單位出市場嘅，咁對換樓客嚟講咧都係好事嚟嘅。喺交通建設方面咧，我自己覺得就冇得個講字啦。咁其實施政報告話咧就會推進呢個北環線啦、古洞站啦、洪水橋等項目啦，又話會咧連接呢個新站嘅前海。咁其實交通配套咧永遠係咧地區發展嘅命脈啦。但係香港嘅基建工程咧，我就認為咧例如一啲20通車呢個字眼咧，對於我哋啲睇慣嘅香港基建進度人嚟講咧，真係要打個折。咁佢真係喺北部都會區等啲基建咧，真係動工先去考慮啦，唔好信規劃中呢3個字，否則真係買咗層樓喺度，等條鐵等到2046年都未通車，就真係喊都冇謂。咁最後我俾少少總評啦，其實今次施政報告嘅地產政策咧，可以用穩中求變啦、長短兼顧嚟形容嘅。咁但係短期嘅減辣措施應該可以咧刺激到交投啦，令到市場氣氛好轉啦。如果講着數方面，咁其實俾咩人嘅
着數多啲咧，就係第一咧就係早年咧買咗居屋嘅業主咧，而家咧可以更快去賣樓去套現啦。第二咧就係高資產人士啦，因為投資移民嘅門檻咧就降低咗啦。第三咧就對發展商有利啦。其實北部都會區帶嚟一個大量嘅發展機會啦。咁對咩人影響就最唔大呢？一啲年輕嘅上車客啦，咁資助房屋嘅競爭可能大咗啦。一啲基層嘅市民咧，公屋嘅供應咧似乎好似冇明顯嘅增加啦。咁其實概括嚟講咧，今次施政報告咧對樓市咧係偏利好嘅，但係咧效果有幾大咧就要睇翻執行力度啦。如果你係投資者，可以開始留意北部都會區嘅概念同埋呢個中高價嘅物業嘅。如果你係用家，就唔好因為咧個市場氣氛好轉咧而衝動入市，係要根據翻自己嘅需要咧同埋呢個負擔能力去決定啦。咁其實以上都係卡斯我嘅個人意見啫，唔構成任何投資意見嘅。買樓係人生大事，你哋一定要自己做好功課啦，量力而為啦。